好來繼續來看台南有一個阿嬤無小心把伊的下腿弄斷去，救護人員趕到場，馬上展開着急救，因衝去附近的飲料店，請求提供大量的冰角甲冰袋啊，店員嘛無第二句話隨着幫忙，互救護人員會當平準着阿嬤的腳。事後阿嬤的家屬來鋪文，感謝熱心的店員伸出着援手，嘛真感謝救護人員專業的處理。阿嬤靠個斷去，救護人員趕緊走去附近的飲料店。你給我一個袋子，然後裝很多冰塊給我。店員無客講，隨去底真個冰角摕互伊，救護人員一個摕到了後，隨將這個負責人斷去的腳甲冰起來，並且將人送去病院。他那邊需要緊急處理，所以他就趕快先跑回去。那我們小姐裝完冰塊，然後就跟着跑過去了。對，我們就順手幫忙而已啦。意外發生在台南，一個阿嬤因為血管的病變致使細胞死去，伊的腳真脆弱。代志發生迄一天，腳無適時陣咧斷去，因為這個斷去的腳必須在第一時間甲冰起來，要接才會成功。當時這個店員攏無加講，隨協助救護人員做緊急的處理。現場如果遇到斷肢，我們都會用隔冰保存。那也感謝飲料店跟商家，他願意立即的提供保冰袋跟冰塊，然後讓我們能夠把斷肢一起送到醫院去。事後救護人員公開寫文章感謝店員的善舉，這個負責人家屬嘛有留言說道謝第一線人員專業的處理以及店員及時的善行。一場雄雄發生意外，唔但展現救護人員的專業，嘛因為店員及時的鬥相共，加添溫暖。